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8章。西底家王统治犹大第4年5月，基遍人押朔的囝先知哈拿尼亚伫上主的圣殿，伫祭司甲民众的面前，甲我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已经讲断巴比伦王互恁的胆。2年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即块土地抢去巴比伦的上主圣殿所有的器具，拢搬转来即个所在。阁要甲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斤甲受掠去巴比伦所有的犹大人，拢带倒来。因为我要讲断巴比伦王的胆，上主安尼宣布。先知耶利米就伫遐徛伫上主殿内的祭司甲民众的面前，甲先知哈拿尼亚讲：阿免，愿上主为安尼做，愿上主实现你讲的预言，将上主圣殿的器具甲所有受掠去的人。拢对巴比伦带倒来即个所在。但你着注意听我要对你甲民众讲的话。对古早以来，你我以前的先知，拢捌对真侪地区甲强大的国家预言会发生战争、灾祸、瘟疫。遐个预言平安的先知。着爱到因的话实现的时，人才会承认因真正是上主差派来的先知。哈拿尼亚就将耶利米暗棍的胆摕起来，甲伊讲断。伊阁对所有的民众讲：上主安尼讲，2年内上主要亲像安尼，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伫列国暗棍的胆讲断，耶利米就离开遐。先知哈拿尼亚甲先知耶利米暗棍顶面的胆讲断了后，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你着去甲哈拿尼亚讲，上主安尼讲，你讲断查罪的胆，毋过上主会做铁的胆来代替。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我要将铁的胆下伫列国的暗棍，互因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因一定着服侍伊，因为连野外的动物我都交互伊管理。先知耶利米阁甲先知哈拿尼亚讲：哈拿尼亚着注意听。上主无差派你，你竟然互这个人民相信你的白贼话。所以上主安尼讲：我要互你离开世间，今年你一定会死，因为你煽动人背叛上主。迄年7月，哈拿尼亚就死。